再来看中国商务部宣布讲，今仔开始要针对台湾出口的聚碳酸酯以保证金的方式来给临时的反倾销税。目前针对反倾销的调查结果会伫11月30出来。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认为讲，这拢是中国无必要的经济手段，会影响到两岸贸易的正常往来，对台湾的业者嘛真无公平。台湾自碳生技产业外销去中国占要到8成，不过中国宣布。为15开始要扣反倾销税，针对这点，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政府会请经济部协助业者向了解、扩展、甲提升3大方向来应用。对于这一个中国不必要的这一个经济手段来做出相关的因应，那中国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无助于两岸之间贸易的正常往来，而且呢也对台湾的业者相当的不公平。我们都有辅导业者，我们也提供经费补助，那么聘请律师来积极应诉，维护他的权益。那么也另外一方面也协助业者来分散市场。政府表示会协助业者分散外销市场。也拿台湾石化工会表示，因为塑化品的运输有先天的限制，所以中国 PC 进口市场主要也是以台湾、日本、韩国为主。不过日本甲韩国拢有加入 RCEP， 保证关税干那2.5%。不过台湾厂后日扣2位数的反倾销税了后，计销根本就无竞争力，对台湾厂是真不利。不过根据关务署的统计，台湾目前扣反倾销税拢总10案，包括阿鲁米纸、铁管、面筋等等的产业，中国都占8案。目前白米印刷用的板材也搁伫调查当中。其实我们都符合反倾销的协定，我们不可能针对某一个国外对我们课征反倾销税，然后就对他采取一些报复的措施。因为台湾自碳生技防治措施 ECFA 早收清单，即马中国要扣反倾销税，若红利无啊，将期尾采购的结果按算11月30会出来。上尾若是判决立案，保证金袂退回来，也若厂商会当向 WTO 提起控诉。记者综合报道。